AI 当时行发展甲正紧，尤其是开讲机器人引起国际关注。不过，根据台研究 ，AI 若传播正确信息给使用者，在资讯顶档的部分，基点有超过70%会予使用者记掉咧。目前 AI 技术也无法度回答完全正确的资讯，民众就要斟酌使用。AI 当咧快速发展，阁有人会用伊来吸收知识，但是即阵台心理系副教授黄忠仁团队发现，若 AI 传播错误的知识给使用者，有77%的错误资讯会留伫使用者的脑中，就算有事先警告，也是无法度阻挡。机器人它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语音辨识可能不是那么的精确，那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记忆。交换资讯的过程里面，对方有可能会提供不实的资讯，它有时候是提供正确的，那有时候是提供错误的。我们今天在开发这些就是聊天机器人的时候，在训练资料里面，可能就是要先人工的，或者是怎么样的方法先清过，或者是他自己比较没有信心的时候。他应该就直接回答我不知道。记者实际访问民众，大部分民众认为，家己咧使用 AI 的时阵，会保持怀疑的态度。如果知道它是 AI 产出的话，会想要再去做自己可能再去做查核之类的动作。是有一些可能比较简单，就会 OK， 那有一些就不一定。这民众嘛知影吸收知识拢爱纠正，但是事实查核中心发现，假消息定会使用影响情绪的手法，让民众的感性低过理性，失去纠正的理性态度。就它可能让你觉得愤怒，让你觉得激动。其实假讯息有时候你细想起来，它不是那么的合理。可是它为什么会散布的那么快？因为它会有一种情绪的挑动，情绪被挑动起来之后呢，你的理性就会暂时失灵。事实查核中心认为，目前的 AI 也无完整的能力，当做吸收知识的工具。中心认为，在资讯快速传播的时代，面对超工影响情绪的假消息，安怎保持积极的媒体识读能力，是咱这样的上大挑战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